教育部顶礼拜才发布新的电脑版台湾台语输入法，手机版本也在今仔日上线咯。上界重要的功能就是有语音输入的功能，和对台语拼音无识也是袂晓写台语文的民众，用讲的就听好写出正确的台文。台语团体表示讲，望真久总算等到啊，也希望未来会当有输入华语就翻译做台语文的功能。 即马伫咧手机顶头已经会当互民众来讲台语，写出正确台语文的 app 咯，是教育部所开发的台湾台语输入法。只要民众拍开这个键盘，然后对这粒甲刺落去，开始讲话了后，就会当互民众讲台语、写台文愈顺时。 随即教育部才发布新的电脑版台湾台语输入法，手机版本在14接续上线。上重要的功能就是有语音输入的功能，互对台语拼音无识，也是袂晓写台文的民众，用讲的就通写出正确的台文。教育部表示，在起盘嘛推出2种，一种是英文的排列方式，另外一种是用台语的声母和文母去排的。民众会当用讲的较紧啊，就是手机自动会当甲语音转成文字。即马地方厅的部分爱继续去增加伊的医疗库的内容啊，才我都加强伊的辨识的功能，这部分才过来继续拍拼。教育部表示 ，App 也通调整字的大小、自定思考，嘛，互一寡英国定无通显示的字，像爬山的爬、小翔的翔，拢通正常显示。针对这届手机版本的台语输入法，有台语团体讲已经望真久，总算等到啊，嘛希望为着扩大使用族群，建议增加输入华语输出做台语文的功能。那总讲会使啦，因为咱即马就是语言的这流失。足严重嘛，这变做是主要华语甲台语两边的思考拢有够大量，才有法度来处理嘛，看一下地理法的这个转换等等。教育部自2004年开始开发手机平板通用的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， 民众即马伫 App Store 甲 Google Play 平台拢通下载来使用，民众嘛通对 App 内底写意见予教育部。教育部表示，收集了后，未来会继续改善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